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咗呢個人，相信好多刷抖音嘅朋友都唔陌生。佢就係曾經坐擁4000萬粉絲、探店界嘅頂流網紅白冰。而家佢個故事卻以一個令人唏噓嘅結局收場。人唔怕窮，最怕你活喺自己嘅世界入邊唔求上進。如果啲錢係意外得嚟，或者話你係突然暴富，我覺得呢啲錢你係守唔住嘅。呢句話係白冰曾經喺鏡頭前講過嘅金句，當時好多人都被佢呢種接地氣又勵志嘅說話打動，覺得佢就係從底層逆襲嘅代表。但水又論到，今日佢竟然因為偷稅漏稅跌落咗谷底。4月28號，一則消息刷爆全網，白冰偷稅911.100萬元，被重罰1891.24萬元。呢個數字對於普通人嚟講，簡直係天文數字。而對於曾經年入數千萬嘅白冰嚟講，卻係佢為自己嘅貪婪同無知付出嘅代價。白冰嘅人生真係可以用大起大落4個字嚟形容。佢早年經歷家庭變故，輾轉多地揾食，做過服務員，亦都係髮廊入邊個月新鮮4000蚊嘅小哥。後來因為中意機車，做起咗相關生意，為咗吸粉，佢將賬號定位從機車轉向實地探店。視頻入邊喺佢開住幾百萬嘅蘭博基尼去人均幾千蚊嘅餐廳，食住幾萬蚊一碗醬麵，然後輕描淡寫淡講一句，亦就咁樣。呢種極致嘅反差，滿足咗好多普通人嘅獵奇心理，亦都令佢迅速走紅，粉絲數一路飆升到4000萬。佢走紅，本質上係揸住咗網友對價格奇觀嘅好奇心。觀眾冇得過癮，平台推得積極，商家亦都願意蹭佢嘅流量，呢個就係一個三方共贏嘅流量遊戲。而白冰嘅收入主要就嚟自於視頻入邊植入咗廣告。據巨量星圖顯示，佢一條10幾秒嘅廣告報價值高達66萬，21秒以上嘅更係去到132萬。咁樣嘅收入係好多人幾世都賺唔到嘅。但係佢卻忘記咗最基本嘅底線，依法納稅。就喺偷稅事件曝光嘅前一日，佢仲喺社交平台晒出自家改裝過嘅賓士大 G， 配文整裝就緒，暫別瑣碎奔赴山海。當時好多仲以為佢要去旅行，而家先至醒覺，呢根本就係佢為自己嘅危機公關做鋪墊。其實早啲之前就有人質疑過佢探店收咗商家嘅錢，因為同一個餐廳專業廚師評價係啥玩意，佢卻話物超所值。當時佢仲專門出視頻澄清話自己唔會收商家1分錢，但呢個質疑一直都冇平息。後來佢同宋小寶合體直播，仲宣布要直播帶貨，呢亦都引發咗網友嘅不滿，因為佢之前話過呢世都唔會直播帶貨，最後佢只能夠將呢條視頻刪除。白冰嘅事件再次俾所有網紅、大 V、公眾人物敲響咗警鐘，流量唔係法外之地。依法納稅係絕對唔可以逾越嘅底線。你流量越大，社會責任就越大。好多人話白冰已經賺夠咗，就算賬號被封都唔愁下半世。但係明白人都知道，錢呢樣嘢永遠都無夠嘅時候，每個月有穩定嘅收入先至係真真正正嘅財富。而家佢賬號被封，商務合作全部泡湯，網紅經濟嘅路徹底被自己走死咗。當然，亦都有網友話，白冰以前做過唔少公益，比如宣傳老家吉林，仲捐過錢幫人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希望大家可以俾佢一個機會。但係我哋要清楚，公益唔係違法嘅擋箭牌，依法納稅係每個公民應盡嘅義務，無論你係網紅仲係明星，都冇特權。白冰嘅故事係一個從底層逆襲嘅勵志傳奇。卻因為自己嘅貪婪同無知，變成咗一個令人警醒嘅反面教材。佢經歷話俾我哋聽，無論你身處佢嘅位置，都唔可以忘記初心，唔可以觸碰法律嘅紅線。希望所有嘅公眾人物都可以引以為戒，係追求流量同財富嘅同時，守住自己嘅底線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有其他嘅睇法同建議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。多謝大家。